开车经过台中新光三越12楼向向爆炸。这件事件造成4人死亡，31人受伤，引起全国关注。这个时间点，新光三越台南新天地商场几位嘛正伫咧装潢，其他空间嘛有工程施作。14号，台南市府国桥处还有家属厂商工会斗阵前来会勘，市长黄伟炽特别来关心。有管线到底是怎么走的，安不安全？新的餐厅要开幕。所以一定有新的管线的配置跟工器嘛，所以刚刚之前讲在台中那边，就是说法制公司说他们还没有工器。身体火架各用赖达来试驾驶侦测机械，驾驶就是疑似引发爆炸的原因。工作人员详细检查，无放过任何一个所在，对6楼以及地下美食区的公安进行检查。瓦斯浓度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它这个侦测器就会侦测出来，就会警告你，然后30秒钟之后自动遮断瓦斯，就是供应就不会瓦斯就不会持续供应那这个功能必须要正常，而且是每一个摊位、每一个饮食摊位，它都要有自动的这个瓦斯遮断的设备。黄伟炽一直强调，要保障驾驶袂产生泄漏的威胁，同时对公共场所所有的施工要求要依照规定申请，袂使偷走。消防局、干务局嘛将针对公共安全、消防安全进行抽查，维持安全系统，避免憾事发生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